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山海雅繽紛城嘅善怡。咁有關注我哋動態嘅朋友啦，都知道我哋商場咧就進駐咗一間生鮮超市彭泰啦。呢度係中山第一間彭泰，超1萬平方米，而家就落址喺我哋中山海雅繽紛城。咁我哋嘅彭泰超市係採用咗情景式嘅分區佈局，俾我哋營造咗一個非常好嘅現場體驗，令超市唔再係純粹嘅採購場所，而係我哋休閒時間之餘嘅一個消遣地方。喺選品方面，亦都係結合咗當地消費嘅習慣，大量引進進口商品、網紅商品，結合豐富嘅蔬菜、水果、肉類、海鮮等生鮮產品，主打嘅就係價格親民、品質優良。彭泰超市嘅構建係一個全新開放式嘅空間體驗，可以滿足到不同消費人群嘅需求。相信海雅商場嘅彭泰超市開咗業之後，可以為周邊嘅居民以及我哋嘅業主帶嚟唔一樣嘅消費體驗。